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收到礼物啊。什么样的礼物可能是你心中很期待？那如果小朋友的话，是希望圣诞老公公送礼物来，那你就在这边等候。那到底什么时候要来，你不知道，但是你心中总是期待着，希望你最适合的礼物。不过，礼物不在于它的价格的贵重或是便宜。其实有些人他的身上的礼物虽然不值钱，但是他一直保留着，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礼物对他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那昨天我听到我们一位弟兄，教会的弟兄，已经在这边很久的弟兄，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也很感动。他说他收到了一个礼物，那其实这个礼物是一个卡片而已。那是他年轻的时候，20-30年前了。他做生意做了有一点不顺利，好像赔了那个西门路一栋楼房的钱他觉得心中很郁卒。然后他的太太就说：“那要不要来教会？那得到神的恩典，让你得到更多的力量。”他就真的跟来了。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就不知道是她生日还是什么时候，写了一张卡片。稍微知道他最近的状况，就写了一节经文。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你的上帝要与你同在。”那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约书亚记1章。那个经文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常常鼓励人的话，但他说那句话成为他好像在水里面的浮木抓住了，那就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你说这张卡片写几个字，值不值钱？根本几块钱就解决了。但他觉得那个礼物对他是非常的贵重，他说他现在还保留着这是昨天牧师听到真实的故事。主耶稣是我们上帝特别赏赐给世人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是不分彼此、不分贫富贵贱，每一个人都得到的。那今天呢，我们20几位弟兄姐妹，你们也同样得到这个最宝贵的福音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主耶稣。等一下我们会在经文里面再做一点说明那所以呢，神呢赐下这个礼物是最棒的礼物，而这个礼物是给所有人的是每一个人只要接受他就得到的，而且这个礼物是世间的金钱财富不能衡量的，因为它是超越人类的财富，因为是生命。生命用什么钱来做计算呢？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因为在社会制度不健全之下，我们常常看到现在世界很多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还有贩卖人口把人卖给别人，比如当奴隶，或是当什么样的这个永久的奴工，然后几万块钱就卖出去了。那这是人的罪。不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要救你的灵魂，你灵魂是无价的。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你受洗得救，我们看见主耶稣付出了人类无法付出的代价，这个才是最宝贵的礼物。上帝赐下的这个福音礼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下个礼拜准备要来迎接主耶稣的圣诞。那我们感谢主，耶稣这个礼物的福音，这个美好的福音，在旧约耶稣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有先知预先在告知这件事情了。以赛亚52章7节。这位使者他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他说：“那爬山越岭而来的使者，他的脚中何等佳美！他是脚中很好，而且他不是坐喷射机，也不是现在的宅急便高速公路，还有有的是那个专车来接送。那我们现在很多宅急便速度好快。现在他是说是爬山越岭而来。”
换句话说，这个使者他负担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翻山越岭，他都觉得很值得。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哈，最近可能也流行参加什么呢？参加我们的这个马拉松赛跑。我们台湾哈，哇，这个最近很流行马拉松赛跑，因为很多人报名参加什么万金马拉松啦，台南好像也有马拉松啦，还什么田中也有马拉松啦，高雄也有马拉松，大家很喜欢跑，而且听说女生跑的比男生还厉害啊呢。那我们都知道马拉松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是因为在纪念早期希腊时代，在马其顿这个王国里面，有一个军队，他去打仗得胜了，他们要赶快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的老家、他们的故乡、他们的城市，说：“我们军队打赢了，大家欢喜庆祝吧。”但是距离那么远，也没有通讯设备，也没有马可以骑。所以他们就挑选了军中一位最年轻、最帅，而且最健康的、脚程最好的，所以要把这个消息传回家里面。然后他就开始得到这个消息，他就开始跑。他为了将这个宝贵的消息传回家乡，他就不顾一切。但是到最后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他不能停下来。直到看到他的亲人、他们的城市的人民，他将这个得胜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之后，然后他就倒下来，过劳，就来不及救了。后来人为了纪念这一位勇敢的使者，把好消息传回家乡的使者，就用他跑的路程40几公里来纪念他，所以叫做马拉松。因为这一位福音使者，这位使者就是马拉松。这个是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到现在奥运还有一般的很多很出名的城市，如果有办马拉松，都觉得这个城市是很棒的啊。像之前波士顿不是有发生爆炸案吗？就是在马拉松的时候发生的。我们东京的马拉松也很出名，在亚洲。我们台湾很多弟兄姐妹会跑去参加，而且还有认证。那我们知道，他们为了传这个好消息，不顾一切。圣经的使者也是这样子，所以他才说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因为你负担的这个任务是超越人所能衡量的这个美好的任务。但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这和平的好消息，是得胜的好消息，是上帝掌权的好消息。这个是圣经自己跟我们分享的。感谢主，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他自己表达出他就是这个使者，而且这个使者他传的好消息不只是战胜的好消息，是上帝要人人得救的好消息，是要让人认识真理的好消息。因为这一个人人得救、认识真理，中间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人子耶稣来成为中间者，他才能够把这样的得救的能力赐给我们。这位就是中间人，这位就是基督耶稣。就好像两国在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和平使者来互相斡旋，大家不要再为了面子啦，或是为了什么利益来争夺啦，大家和平相处啊。这位是和平使者，我们的主耶稣是让我们人类跟上帝重新和好的中间人，他就是让我们得救的关键。所以呢，他怎么做呢？他就牺牲自己，他使人类得自由，证明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帝要使人得救。今天我们在座20几位，还包括亲友在这里。那牧师要恭喜你，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听他们的见证，或是他们自己的经历。有些已经其实可能小时候啦、国小啦、中学啦，或是在别的地方已经接触过教会，但是他还没有到那个时机到的时候，好像就没有下定决心。就在今天，他们下定决心要重新过一个新的人生，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今天要受洗。那这个就是时机成熟，因为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时机是成熟了。我们有很多在牧师跟这几位弟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他们在讲说牧师真的，我们当初如果确定这个信仰那么好，福音那么好，我们的教会那么好，我应该更早就
决定了，不用拖那么久。有点是觉得说啊，相见恨晚的意思，好像觉得啊，时间怎么不早一点，让我全都得到那表示说对这个福音的礼物，哇，觉得太珍贵了，太珍惜了。那我们的保罗，他就是成为一个使者。他说，为了这个目的，我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传道者和使徒，而且做教师，来使他们相信并认识真理。换句话说，旧约在以赛亚在传扬的这位福音的使者，他的脚中何等佳美。那保罗他自己承认，或是说自己成为呼召神的呼召，让他成为一个福音使者，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人，而且做外邦人。外邦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本国的人，到外地去传福音，让他们认识真理。那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属灵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是欢迎我们这20几位弟兄姐妹还有小朋友受洗，我们更加的一个为传福音成为使者，成为像保罗一样的传福音使者。我们在座的我们信徒小组很多的同工勇敢的传福音，邀请新朋友加入。你们就是像保罗一样，因为你们看见了天国的价值，你们学保罗来传扬福音。我们刚刚又听到了主耶稣他降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人类得自由嘛，使人得救嘛。那得自由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那这个就是天国最高的价值。换句话说，你在人生当中得到什么珠财宝啦，得到什么事业啦，什么高峰啦，什么名声啦，这些都恭喜你。但是没有一个比人人得救、人类得自由更高贵的价值。所以很多人愿意为这样子的使命，甚至牺牲生命，甚至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更何况是心灵的自由、生命的自由、得救的自由，那这样是天国最高的价值。那我们就是教会有一群愿意学习保罗的精神，当福音使者，然后带领你的好朋友，带领你的家人，带领我们这些信徒小组的 best 一起来接受耶稣，来认识真理。那不是因为我们没事干，不是因为我们其他事情做不好才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做了很多好事、很棒的事情当中，你发现说这个天国的价值，这件事情没有做，那太可惜了。好像你做了很多次好的事，那最好的事我没做，一大忙碌一大堆，到最后那些价值都最重要的没有做到所以很多人愿意把时间放下来，愿意把自己的能力才能献出来，因为你要让人人得救，得到天国最高的价值。所以我们在代降节、福音节期的时候，我们教会陆续在3个主日，上个礼拜、这个礼拜，还有年底的时候，我们接纳了42个，其实又增加了一个43个弟兄姐妹成为新家人。那你们就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接受了主，然后成为你的第2个生日。那你要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成为你的家人，一起成长，一起往前努力。那很高兴，我们是因为有一群愿意摆上，把时间奉献出来。我们这一次有7个幸福小组的同工在副长的带领之下，有的团队非常的那个热闹有的10几个，每次在参加幸福小组的时候，一大票拍照，感觉非常的壮盛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这价值是福音的价值，这是天国的价值，这价值不是人类用金钱衡量的价值。因为看到我们的新朋友，他心中的一些捆绑、一些的软弱、一些的忧愁，就被在祷告当中得释放了。那种喜乐不是去中什么筹奖可以代替的。那是因为这一群人愿意从8月开始筹备，然后从9月初开始邀请 Best 在进场8周的时间，陪伴你，分享你，一起看见神的恩典，做见证，做很多的美好的事情，然后重新推动，让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接受主耶稣。因为你不只是得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分，而是你得到一个生命的更新，这是主耶稣才能给予的。所以除了要祝福我们的新朋友、新家人，
也感谢所有献物小组同工加入之外，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主题，我期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先不要评估衡量说，到底我时间有没有，到底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到底我会不会讲，到底我有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这个都不是条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看到这个事情是你超越人类的价值。第二个是你愿意被神所使用。我们这些献物小的同工，有的讲严重一点，拙口笨舌，也不大会讲什么，那他就是很诚恳的把自己的经历、故事讲出来。有的弟兄姐妹要准备这个福音的信息，哇，一读再读，一背再背，那准备很多很好吃的餐点。有人是很会带动气氛的进行这个那个我们所有的破冰游戏。那有些人会唱诗歌的，哇，大家同心合力，就让你去经历到新朋友经历到说，哦，原来基督徒的聚会不是那么的沉闷不是那么样的那个呆板不是那样的无聊，没有大家好热情那因为这样，你愿意改变自己，愿意加入教会。那教会我们后续还有小组，还有做其他的门训，还有很多的同工，会帮助你去认识这个信仰是在你生命当中是不能离开的，是永远得到力量跟神的恩典的。那我们一起在这边做努力，感谢主。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一起加入这个福音，领受这个福音使命，追求天国的价值，而且共同投入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我们记得主耶稣跟我们讲过这句话，这句话是拿什么话呢？耶稣这样宣告，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同心来读这绿色的字，好不好？预备来。感谢主。马太福音24章14节，耶稣这样子讲，说人类可能有一天会面临一个人类的一个历史的终结那这个终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前提，是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向全人类来做见证，那个才是耶稣要的终局。换句话说，主可以随时来，但是一堆人还没有信主，一堆人还没有得救，一堆人还没有领受福音，那这样被毁灭掉，这个不是耶稣的本意。他是希望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都要勇敢的向天下传福音，向人类做见证。然后一旦全人类都得到了福音，得到了拯救，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来庆祝的，是来荣耀的，而不是来审判的，而不是来抓人的，是因为大家都成为他的子民。那谁要负担这个任务？你跟我，弟兄姐妹，传扬福音。你记得吗？我们今天那么多弟兄姐妹今天受洗，对不对？去年同样时间也有好多人受洗，他今年就加入当我们的献物小组的同工。去年才受洗今年就加入同工。你说他圣经都懂了吗？其他都认识了吗？没有但他那种热情还在。上一次是他被人家服务，今天他自己服务别人。那这些见证，我们在同工中间，我们都可以直接看到，都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以下要为这一群新受洗的家人热烈来庆祝。所以呢，牧师做个短短的祷告，那之后我们要好好的介绍这一群可爱的新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大的恩典，借着你的爱，借着一群福音的使者，让我们的新朋友、新家人认识了主这是何等大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感谢主。我们以下要为他们做介绍，以及神的恩典要跟他们同在，受洗加入主的名下，也让我们等一下的圣餐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